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确保过年期间农产品的供应充足、加价格稳定，市长黄伟铁上午特别前往阿兰区的批发市场了解，要市民会当安心来采买年货。同时，会中伊嘛再次强调，政治联婚全力推广台南优质农产外销，来拼经济决心。为了关心春节期间所各鱼肉等供应加介绍进行，市长黄伟铁一透早就前往中下农产品批发市场，先听出台南区农会干部除了了解相关大宗物资的产量加介绍比去年相对稳定，嘛要求积极辅导农民，因为年前甲年后的需求量无同，一定要提早应用，让市民会当安心采买。需要在前往市场亲切甲摊商请安，甲乡亲提早拜年。摊商表示，安尼顺市场就对啦，希望今年加出旺的。而且途中拄到卖菜券，嘛庆幸的摕100块买刮刮乐，换一个好彩头。虽然无得奖，市长看起来有淡薄仔失望，不过面对台南优质的农产品要拼外销，不管东南亚、日本还是大陆，拢真有信心。除了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毕竟有限、比较狭小、比较狭窄，那海外市场是很开阔的。不管是销到中国大陆，或者是销到这个东南亚，我们觉得其实很多华人市场都有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我们市政府一定配合中央的政策，但是我们市政府也希望能走到中央政策之前，因为中央总是他要顾全大局，所以动作比较慢，所以市政府希望能够冲的比较快，那努力来开辟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的市场，这里我们需要的。那我们已经原有的优势，包括芒果，包括我们的毛豆销日本，芒果销这个日本跟韩国这个部分我们都还是努力继续深化、继续强化，以及增加农民的收益，保障农民的权益。第二市长孙市长关心摊商同时，嘛甲大小朋友互动做伙翕相，甚至借此听出基层的民意，试探家己的人气。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伫咧过年放长假，毋过防疫工作才袂当放假。市府特别伫过年之前来到北区阿母寮市场，向摊商甲民众来宣导，防止天狗节并无撇步，就是要确实做好巡岛、清刷，避免生网虫。天狗的疫情无分季节，拢可能进入到台南市。民众平常时若要做好知情的工作，一旦发生境外移入的病例，就可能造成疫情的产生。为避免市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市府特别加强宣导，由副市长王实施带队，连同卫生局长陈怡、北区区长李黄兴、市员沈振东，做伙前往阿母寮市场，向民众以及摊商做防疫的宣导。因为现在登革热有境外移入的案例，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宣导2件事情。第一个，过年的期间大家一定要打扫，然后尤其是积水容器一定要到，巡道清刷基本动作要做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出国的时候如果回来有发烧的症状，一定要通报，让我们来了解说1922直播，然后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有没有登革热境外的状况，因为出国的时候难免会在东南亚的地方，因为他们也是疫区，所以如果万一有感染的话，回来我们也要做社区型的防治跟隔离等等。市府嘛呼吁，境外天狗的病例持续发生，有一寡利用年节假期出国的民众，爱先清除厝内外的积水容器，避免滋生病媒网。返国的时阵，若发现发烧、头痛、关节痛，就要尽速就医检查，让卫生机关会当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疫情扩大。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警方侦办诈骗案过程当中，其实真侪民众拢提供真好的协助，特别是伫金融上班族，只要注意领钱的民众有较无共款的反应，拢有可能是被诈骗的线索。所以市长特别伫治安汇报公开表扬者协助破案有功的民众。台南市治安汇报会议一开始，市长黄伟铁就新颁奖来鼓励这寡勇敢并且正义的民众，甲警方做伙来打击诈骗。
市长黄伟哲也强调，诈骗集团的规模愈来愈大，因也愈来愈谨慎，所以要打击诈骗，一定要民众甲警方徛做伙，才会当发挥更大的效力。诈骗犯他们都有很多断点，不管是车手，或是车手的上线，或者是整体的所谓的任务派遣，他们相当有组织化，组织严密的程度也不亚于警方。所以呢，又仰赖于所有的市民，大家对于诈骗的警觉心，以及对于周遭有可疑人士或是神色慌张的人士，他的一个警觉心，然后能够协助包括警察同仁以及许许多多的治安的民力志愿工作者的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把诈骗犯防堵起来。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再次强调，提醒民众一旦发现提款机边仔有可疑人士，一定要报警来处理，大家做伙来打击诈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创立第8档的当兵爱心会，以着会员的支持甲诚心零碎赞助，互因整合资源，不断付出爱心来关怀弱势。今年因就特别办得，请南区甲安平区较困苦的朋友陪因围炉提早过年。每一档当兵爱心会拢以无同的主题来关怀弱势。今年因特别伫过年之前以团圆围炉方式，伫议员林美燕甲里长的协助，邀请南区甲安平区22个里的边缘户设开20桌来做伙用餐，陪大家提早过年，享受一顿青草。而且除了食食，当兵爱心会也募集一大堆实用的食食，要大家好过年。会中创会各会长甲林议员嘛一一送到大家手中，重兵维系。我们台南市东边爱心会我是创会会长，我第1届、第2届的理事长，第3届、第4届我是总干事我们每一年每一年咧办，阮拢办无同款的主题今年阮就是办这个主题，就是要互咱遮安尼迄个感恩户，互因安尼先提早围炉互因过年，互因感觉有迄个过年的气氛，搁刷着咱这个咱这个互因一寡物件物资，互因安尼过年会当安尼有温馨的感觉安尼。每一个需要关怀的地方都会看到东兵爱心，他们用行动派的去展现他们的爱心。那在今年岁末的时候，我想东兵爱心又另外一个选择，他是觉得说一些过年的人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某些人他事实上还是需要做关怀的。那所以特别这些透过里长找出一些边缘户或者真的需要关心的人提早让他们过新年。除了会场围炉，场外嘛邀请设计师替大家义诊相当的大心。经过了解，东兵爱心会虽然正式立案第8档，不过创会会长已经点付出超过14档。对来汇集所有会员甲诚心零碎爱心，一档至少办2摆公益，甚至远头路到屏东甲偏乡的学校合作来发放物资，备受各界肯定。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伫去年台南完成理龄合并以后，这议员纷纷接到陈情，表示理龄的整合除了造成里活动中心的分配无平均，麻烦呢如果无好好运用，会变成麻管，要求市府检讨。咱市伫去年完成理龄整并后，总共减少了103个里，这嘛造成侪里内同时有2间以上的里活动中心。同时嘛，因为里活动中心伫溪北赣南关地区严重不足，这种分配无平均的状况嘛引起议员关心。对此，市员沈振东、郑嘉欣、沈家凤、尹爱达利等人特别邀集民政局甲社会局，希望因会使针对这种状况来做出改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西北可能针对新营是比较欠缺，因为我们人口密集度比较高，但是活动中心的又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就是每一区都希望各里都有一个活动中心，让老人家还是社区的，不管是大大小小都可以到活动中心活动。民众们都会疑问说，那这些闲置的活动中心将未来要怎么去做整顿还有整理？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社会局还有我们民政局可以打造一些，例如说像卫国里的一个
社区的体育运动中心，让这个区域可以让民众们来共同来运动。那或者是说，现在大家都会很提倡的一个创生，那亲子的一个共创共生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环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建议。归仁里啊、大庙里跟伦鼎里这3个里的活动中心是比较符合比较好的那个条件，那其余的都是跟庙宇来租借，不然就是说可能那些设备啊非常的老旧，不然就是以承租的方式这样子。那我是希望说，未来就是说我们民政或是议会这边可以帮忙，争取让我们的活动中心可以更活化。同时，议员嘛针对活动中心借的费用相关提出建议，希望民政局会使重新调整。民政局的专门委员杨雅玲表示，将对议员所提出的建议，现在民政局当咧各区收集意见，有计伫过年后邀集各区的区长甲里长等人来做讨论。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湾彩券公司推出春节限量的刮刮乐，也是2000万的超级红包。其中全台第一位200万加汽车的二奖得主，就伫咱台南开出。上午台彩总经理特别到彩券行恭喜经销商，会长嘛借此行销，请济人拢来交关拼手气。咱台南这间彩券行对面开出台彩公司第一摆所推出刮刮乐奖金加汽车商品的奖项，所以成功带动买气甲人气。彩券行家己上午佮特别加码送福袋，抽模型跑车好康，吸引济民众来交关，嘛拢想要分一个好气博一个。看到就来买安尼尔，唔知安尼。今仔买什么款的奖？买什么？这哦，我嘛唔知，就买等下等下对看嘛就好啊。每一摆台彩总经理拿出平地彩券行的是有好消息啦！这摆200万加宾士车的二奖，就率先伫台南开奖。会长预了恭喜彩券行，嘛强调刮刮乐2000万超级红包，除了头奖2000万以外，所提供的二奖5个，也阁有4个机会，加上3奖100万的奖项有300个，目前也阁有280个单台彩卖砸登去。2000万超级红包也提供了3奖总共有300个300个100万，那比去年呢足增加了100个100万那其他的5000块钱的那是比去年多出了3倍，总共有38万5000多个，多出了3倍。所以您如果是买整本的里面呢，那除了这个有小奖之外，5000块的平均有将近快到1本里面可能会有到2个。甚至于有5000块的1万块碰到3万，碰到10万，甚至碰到100万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这个奖金的支出率呢，有来到这个75%，算是所有春节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那我也希望说能够让全国民众好好的体验，开心的过个好年。根据彩券行代理人表示，考出大奖的人客时常来交关，大概50几岁中年妇女。最近就因为接近过年，想要讨一个好财运，所以时常买500块以上的刮刮乐，心愿就是刮出100万。结果唔敢相信真正得奖，紧张甲比比喘。台彩再次呼吁民众一定要把今年开运好时机来买彩券做公益，兼发大财。台南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
卫生局为了鼓励民众多多运动，建立定期运动的习惯，想出用抽奖方式要来吸引大家。卫生局表示，对今仔开始，每一礼拜运动5天以上，连续4礼拜，并且将运动的记录传到卫生局网站，就有机会抽大奖哦。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带领之下，记者会现场所有的市府官员甲来宾拢做伙动起来，用着轻松的舞蹈动作来达到运动的效果。市长黄伟哲亲自伫咧镜头前运动，就是希望有较侪台南市的民众嘛当开始运动，并养成定期运动的好习惯。要运动，不是劳动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人力市府的同仁比较多的，教育局我们要求他们参加。但是再次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不是今年的活动要圆满，报名人数更多，减重的这个成果更好，那健保的支出更少，这样子能够让一方面得到健康这个支出健保的支出因为健保还是有自付额的所以大家的荷包也可以比较好一点。民众只要参加动动530健康才会赢的活动，每一个礼拜运动5天以上，连续4个礼拜，并且将运动记录传到卫生局的网站身体活动记录表，都有机会来抽侪丰富的奖品。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提起一罐火锅就成为大家真喜的料理。以创意实在出名的跳大师，嘛伫过年之前推出跳大师部队锅，而且要伫过年期间免费请民众试食。到底什么是部队锅，哪会这么好康？做伙来了解。将食材一项一项放到大鼎当中，这个创意食材拢是料理达人跳大师特别设计的，运用猪肉甲鱼肉的粘性，互食材安怎煮拢袂刷开。结合上部队锅的概念，推出这个充满特色的围炉料理，互现场的来宾拢食到非常欢喜。其实部队锅是早期部队行军打仗这埋锅造文的家也会去的以前打仗的时候，天寒地冻必须要有热汤把这个食物煮熟包括在外面煮了这个米粮包括抓到了野生动物，还有鱼类或者是这个蔬菜，都把它丢进这个锅子里面，把它煮熟，让官兵食用。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部队锅把它发想为智慧食材的这个部队锅那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食材，用肉片或者用鱼肉或者用虾子把它包覆起来，让它不会松脱，让你享受到一口多次的享受所以说这个食材是有别以前我们吃东西吃火锅一口一吃的感觉，那是一嘴加多种的物件这种是省时间、方便而且又营养这届配合春节，跳大师嘛特别准备6项的创意食材，邀请民众伫2月2号进前来免费试食，期待互大家食好食材过好年。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后火车头8岁农历初一，将要推出限量600份的福袋，每一份卖1000块，但是每一包内面拢超过1000块的价值，上大奖也有手机加机车。为着要予大家伫咧新春期间试手气收一个好彩头，台南知名百货公司将要伫咧2月5号，也就是初一推出珍珠宝石限量福袋，数量只有600份，每一份卖1000块。业者嘛保证，福袋当中每一份礼品加上礼券，绝对超过1000块的价值。今年台南大圆百的福袋内容比往年更加的丰富，价值也更加的高。那我们的特奖的话，会有一台洪嘉腾的价值72000元的摩托车。那另外我们其他的奖项还会有 iPhone 的手机，还会有我们Dyson的吹风机等等。那另外最小的奖，起码都还有1000块的商品礼券，也就是说，你用价1000块就可以买回最少1000块以上的商品，而且还有机会抽到摩托车。那我们的数量只有600个。那在大年初一早上，预计在9点半左右，我们开始发号码牌。如果希望想要新春抢福袋、发大财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台南大圆百。已经多年来甲业者合作的乐利门天后宫，今年也请到妈祖娘娘来坐镇，希望带予业者以及消费者满满的福气。我们每年农历的时候，阮会拢请阮的月老公阮的妈祖来到家来到咱大圆百家展示，我嘛会当伫这个机会我嘛感谢大圆百这个机会，互阮来展示阮鹿耳门天后宫
嘛希望讲吼，按大圆柏因财源滚滚啦吼，然后他们的业绩能够蒸蒸日上吼，会当互因赚大钱。金珠宝是福地，除了第一届试手气上大奖有 iPhone， 也有济实用的家电用品以外，第二届试手气也有机会会当抽到价值7万块的机车一台，满满的好礼甲福气，就是要回馈予咱消费者。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迎接农历过年，这些公司行号拢会食买个为了员工。佛光山南台别院嘛举办义工岁末联欢晚会，感谢因这一冬来辛苦，场面盛大热闹。佛光山南台别院一年来拢会举办侪活动，不管是花灯彩画，或者是当年夜灯活动，拢需要义工来帮忙。对此，南台别院嘛选伫农历新年前举办盛大的义工联欢晚会。虽然暗时的天气较寒，但是义工的出席嘛是非常踊跃，大家做伙聚集伫大厅互相祝福，表达关怀，现场非常温馨。总主持满洲法师嘛表示，非常感谢义工的帮助，因每一个人拢是功德无量的活菩萨。真的，这个一年来的佛光山的活动啊，一年到头呢，从春节到3月的财见命，一直到了这个7月的共生，到山上12月的神明朝山，一直到腊八，整年度呢，1年365天的活动，可以说一件接一件都没有停止的时候啊。这个意味着说，我们在座的所有义工菩萨们，你们1年365天也是任务一件接着一件，一天都没有休息。所以呢，才能够呢圆满常驻交付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我们都一一把它完成了。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我们所有义工菩萨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功德无量，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现场嘛安排精彩的表演来慰劳650位的义工，同时也有抽奖的活动，让每个义工拢非常欢喜。总主持满洲法师嘛伫会中带领所有的义工念经祈福，并传达星云大师的祝福，期待因会使继续行菩萨道。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风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月30号的中间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